哎呦，头家过来挂会啊！啥物要挂？要挂会啊！今仔日这都逐位讲要来 shopping 啦。来 shopping 我嘛无啥物好早一个皮箱啦，嘿啦。啊，厝诶啥物无，啊，就干那现金尔，你讲看嘛，你讲看嘛。哦，啊，拢溢出来。哎呦，一条尔呢？啊，内底安那会讲？那会虚有其表哈。啊，内底看就算，你讲我假啊，好，你要安尼好无？无唔对啦，来 shopping 啦。来 shopping。shopping 你。啊，我要去 shopping， 啊，你要去菜市啊？我要去，无啦，这我爱坑我的挂会的物件啦。你要去挂会啊？挂会啊，批货啊，我穿这么啊时髦，这么啊fashion，一定是做这时尚事业啊。时尚的。对啊，挂会啊，没啥。要去倒挂？要去倒挂？台北挂。台北。台北的倒位你有看没？台北哦。啊。台北应该就是5分埔吧？一定是5分埔。搁有华阴街。华阴街。所以咱今日来宾应该嘛是真够挂会才对。应该是哦，咱的来宾哦，可能是 shopping 专家。嘿，咱来欢迎尤浩威。哎呦，哎呦，他那引导家呢？哎呦，欢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，新仔你好，大家你好。这是倒位买啊？哦，这是我一个好朋友啦，伊是设计师啊，潘怡良，啊伊进前送我。潘怡良，我知，台湾的设计师。啊，身材那才好，你是 model 嘿哦。哦，我以前是 model 啦，啊，即马是一个演员啊，啊，进前拢咧拍8点档。嘿啊。啊，你敢真正有去5分埔去挂会？有啊，以前搁是学生的时阵哦，啊，甲前任啊来台北省哦，就陪伊去买衫，啊内底吼巷仔做细条，而且内底哦，迄真做乱的啊，无好找啊，啊，每一间店吼看起来拢同款。啊，头一间甲最后一间。卖物件拢淡薄仔成嘞，啊，迄衫拢淡薄仔成。啊，入去了，唔知要安怎出来？真的。所以内行的才会知影，倒一间上俗。是，你爱比价啦。了解。哦，咱今仔日要去挂会，要去 shopping 吼。啊，咱的导览先生嘛是足熬买。真熬买。真熬买。啊。熬买搁熬买。熬买搁熬买，嘿。你这台语就好呢。普通。不认真的啦。这些啦，唔敢念。两位导览先生诶，拢足熬，故事足济。咱欢迎咱的超级来宾，两位导览先生有请当天。大家好，我是上喜看8点档的当天。咱无事不成事，有事咱绝不怕事。侪伙人做代志若伤无站在，咱美感嘛是爱甲讨倒来。教看嘛才知影啊，是这演了最好的。哎呦，我今日请来的导览先生吼，足厉害。是哦，我自细汉看迄8点档，我的女神呐，可丽姐。哎呦喂！丽姐，我今天看第2要出来啊！我这可丽姐哦，毋是熬演尔，啊又搁熬主持啦。迄工课一件是接过一件啦。哦，啊毋过来无共款的所在就是，伊一年的收入就算是1000块，或者是1000万。太少了，伤少。啊，伤少。真会讲你啦！这是互家己的祝福，会当搁较济咧，无要紧。
伊拢会当去食路边摊，嘛拢会当去菜市啊买衫买货哇！你会当讲是上介绍省钱的贵妇人啊啦！啊，毋过我甲你讲，我今仔日吼有请第2位咱导览先生，要来甲你赞啊！咱边仔这位吼嘛是足厉害的，今仔出来请的拢是大人物哦。咱百货理事长辉哥，哇！这华阴街是听着讲伊的对手是咱的可丽姐啊，蔡姐，直接叫这个理事长亲身出来赞。啊，这理事长吼，因是自一家口仔自顶一代就伫咧华阴街咧做生意啊。啊，看过这华阴街的起起落落，对无？啊，搁伫遐看过即个大头家来来去去，所以咱若是要买物件，或者是要做生意，就是去华阴街找就对啊。对啦。啊，对啦，哎，请老师哦，就这。哎呀！你念大腿，我爱唱歌。我爱台语，你嘛爱，你同学嘛，伊比我较好，才济。什么叫就济？我听。加济啦，加济啦。可你坐今日来，你有坐唔到边无哈？安怎讲？一般来宾是坐这边呢，啊，遐是导览先生呢。我是导览吗？你要来导览？因为我做赌气的啊，啊，做赌气，你赌什么？我因为我讲实在，我感觉我来做这导览的先生吼，我感觉无人比我较够啊。哦，一开始就这样哦，我知。到老嘞嘛哈。是安尼嘛。因为爱拜托的。安那。我今日要介绍的所在，国敢若讲，我嘛是安尼。走跳差不多25年以上。哎呦，25档啊！我20年安尼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安那，有个人住来遐，毋过对于所大的所在一点仔都无了解，因为我是外地来，阮会特别去了解，所以我感觉我绝对比你更加了解。愈来愈易哦，听着伊讲60，我就惊。可你一个囡仔日，你会来做王宝的导览先生，是因为你伫王宝有开店。无啦，我咧演戏，我咧开店。也毋过我讲实在，我拄仔讲是真个25年以上，我会去遐是因为咱拍戏嘛，拍戏总是爱有一寡衫嘛。对，你想，咱一出戏落来，爱有的衫是爱偌济，爱搁做秀的。啊，咱迄当阵也无知名度的时阵，一场嘛才几千块啊。你买咧做生遐的衫，所以我当初去遐洗哦，我洗到。后尾我若坐客人车哦，客人车司机拢讲啊，你来这批货哦，我讲毋是，因为他无红，无人知我是谁。买到即马哦，大家知影我是谁啊？啊，伊看到我汗大卡色个，伊讲你也会来遮哦？我想讲，哪会袂？倒位俗，咱就倒位去啊，对无？趁钱才辛苦。做工课时阵的衫，咱若爱量足大的，我会尽量去5分埔找，因为咱压价迄个成本嘛，对，咱爱搁饲老爸老母，爱搁饲囝，对无？这钱对无？啊，可以伊会带恁查某囝去踅街嘛？当然是会啊！我就爱甲讲，咱人吼，啥哪会好嘢拢欠出来，毋是天顶落来嘛，毋是涂骹捡到的，拢是欠出来，对。所以我就讲，我拢来遮买，伊嘛是足介意，拢会对我去踅。哎呦，会惊吼，会惊吼，你厝顶。可你这毋是凊彩来的哦。华阴街，我嘛捌去啊。华阴街有啥物好买？有啥物好买？华阴街吼，华阴街就敢大家拢问我，华阴街为什么叫批发商场？百货商场。对。因为无咧买无的。无迄个买无的。无咧买无物件。有啊，有啥物？因为5分埔是敢若咱一个成衣的咧成衣的一个所在嘛。咱遐自较早就是电动五金，柳啊碰西，柳啊碰西，咱的饰品，饰品衫啦，皮包啊啦，啥？电器。哎呦，五金。我会请来袂？等，我讲到电器，你就要走。你物件足济咧。去使问。哦。好，你。较无共的是吼，我所知就是讲，咱的华阴街甲咱这后夜吼，伊有一个批发价甲，毋是批发价，拢无这样讲价。无咧讲价。5分埔是爱画价。
较无共。安尼，你其实看面的。我讲嘛袂使画价哦。袂使画价。袂使。哎，那袂使。基本袂使。进前会使。人是批发价，你哪有可能讲你画价？无嘛无。嘛无。较画价啦。所以可丽姐，你买的介绍是倒一个介绍？我甲你讲，以前无知名度的时阵，咱去，我讲，请问哦，今年偌济？小姐，我无咧零售的哦。连甲你看都歹甲你看。连买都无甲你买。对，佮叫我就去问讲，安尼要安怎？我要安怎去遐买物件？因讲吼，我甲你讲，你着惊啊拖一台物件，就敢若你拄则安尼。这。真正拖一卡。对，你着拖只去。对。你拖去，伊就会想讲啊，你做批发的，才会拖这个，像那人谁叫你拖这啊？所以我就故意拖一台，啊，就故意讲啊，这安那卖，啊，就故意伫遐想讲啊，我敲一个电话问，啊，咱要10领是5领，惊问者，迄头仔无知名度的时阵啊，啊，伊会卖你，啊，不过后尾咱有知名度啊吼，伊就是啊，我看你的戏啊，哦，你是做牛麻人迄个嘛，啊，好啦，伊就会算我批发价。差足济我算你陪我加才好。差足济。爱去谁去爱对可丽姐做回去咧？真正。我卖你啊，但是我袂使卖一领咧，啊无你甲我卖一个，啊你吼，叫你生意安尼好，敢若咧趁水啊！趁钱敢趁水啊！趁钱啊趁水。真正我后尾买到哦，真正阮那个遐演员的朋友啊。我唔是敢买我的咧，我买所有的人。我真买，多谢去个内底，大家来领，家己来领。买衫拢爱请可丽姐去啊。啊，毋过我做欢喜的。今仔可丽姐来，咱昨日直接开讲起来。开始已经4:30分啊，物件要直接摕来才食无。开始倒咱无啦，哎呀，可丽姐开咧，食咧。大家好，拄啊听我讲遮济5分饱的代志，你是毋是啊？即马已经等袂赴啊咧？是毋是足着急的咧？紧的，要放尿的先去放尿。啊，无要去吗？无要去，咱即马开始吼。来，我带大家来看卖啊咧。来，首先要批发，什么上重要？交通方便上重要。要停车爱方便，对无？啊，无去遐要搁找停车位，找无就走。我以前就是安尼啊，拄开始的时阵吼，毋知。倒位好停，还是安怎？去到遐车开到遐啊，无所来停啊，算了，今仔日莫来，我就倒来。真正的，所以你爱看时间。人若咧批发，迄工你千万毋通去，吼，因为迄工批发客足济。啊，伫遮你看哦，松山火车头伫遮，吼，啊，才有捷运站，吼，后山皮捷运站，吼，松山捷运站，足方便的啦。啊，遮吼，松山路，我拢是有遮入来。我会记你伊的住址是敢若。443吼，443吼，443吼。哦，那是443，我好记咯，好记啦吼。我甲你讲哦，公埔的店足济，人咧讲吼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拍定，5分安那5分靠注销。唔是，5分高买物件吼。咱遮吼几百间店，讲实在，你唔知你要安怎洗，拄开始我拢找无咯，惊唔知咯，哦，惊入去唔知要安怎出来。哦，今仔日你明仔才才出，是爱买啊！收好人家爱买。有一个撇步。像我今日穿这书嘛是，伊的质量其实是足好的。会使摸的。别人是袂使，李处长你摸啦。唔免拄啊！你也是路的吼，看到人排这卡。若毋是我的姐姐，就是我的妹妹，无是我的同事哩。拢你送的。无啦，我这人爱分享，大家甲我讲水吼，好，我平常摕一个互你。啊，你现金来才水着。烟熏卤味，哦，这间有够好食的。因个耗子我来讲哦，这你若要配红酒，可能味较无合。那这你就帮我收着。这配秘鲁可能会使。佮最后你来怀念这个味，哦，讲你听想要老。有当时啊，食的物件是感觉是一个回忆。拄开始我拢找无咯，惊唔知咯，哦，惊入去唔知要安怎出来，哦，今仔日入去明仔才才出来。是爱买啊！收好人家爱买。有一个撇步，什么撇步？你看伊这吼，莫看伊安尼做侪店的，抑毋过伊的规划是足好的，吼，所以咱哦
基本上礼拜咱就安尼踅过来，踅到遮再搁过来，再搁过来，再搁过来。其实吼，咱行路会出事，唔是叫你安尼行吼，咱就安尼行，踅，你就会当行。伊后壁遮是有1阶、2阶、3阶、4阶吼，做一阶吼。踅到遮来，你也感觉讲今仔日运动量无够，咱吼。个说都无够，安尼个无够，腿也个无够。运动量无够，咱就搁行转去。腿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方式你就袂行唔知路去，安尼跳啦吼。啊，若跳舞，咱就要开始哦。好，来，我先甲恁讲，我若有迄松山路遐入面吼，我会先去食物件。为啥要食物件？食饱才会行远。哎呦，你爱巧，对。我乱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莫伤早去哦，因2点才开始。下晡2点。嘿，下晡2点，你伤早去人拢无开。为什么下晡才会开？但是拢免困了。啊，你想拍啥啦？可丽姐嘛，那是爱可丽姐啊，你忙安尼啊？因以前拢开到12点。以前啊，即摆因为吼可能有网络，所以因即摆拢无遐晚，即摆拢差8点外因就收工啊啦。所以以前拢开到足暗的。所以拢下晡2点才开始批发客，有的人有中南部来批发啦，你伤早来嘛是足赶的，所以拢差2点，你掠2点去。我会先去遐食烟熏卤味，足有名。哦，这间有够好食的，我毋知是毋是因为我捌介绍过，所以吼生意足好的，毋是啦。那是因为真正足好食的，我就爱。所以我逐遍去遐吼，拢会去遐食。啊，你看哦，伊内底吼差不多20几项，因吼爱搁分2班。迄个凌晨吼，差1点外时阵开始处理遮个卤味，因是一项卤，毋是拢总单类卤，一项分开卤的。卤完了，卤到下晡才搁换咱早时日班的人来接手，才开始卖。所以因分2班咧做这个代志，因为生意太好咧。我上爱食的就是伊的贡丸，因为伊的贡丸你莫看安尼哦，足入味的啦。我莫食过遮好食的贡丸，我一届拢食2粒。2粒太少。啊，伊个肠啊，伊个小肚嘛是有个人惊有一个现味，伊嘛袂处理了足好，伊个物件拢足入味的，所以拢真好食。咱去遐有方法，咱有人的规矩，因为生意好嘛，爱排队。伊有这拿，顶悬你有看到号码无？有。嘿，这号码就是到时阵，因为拢爱排一排哦，大家客拢囥哦，你看迄拿就囥几排。伊切着相，譬如讲20号相，哦你吼，伊讲20号你要伫遮食，还是要提转去食？食。啊，你要这，切互你。哦，就会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你知我伫遐吼食遮侪年哦，我今仔日才知影讲顶悬有号码，因为恁去翕我才知影有号码，因为我去吼。唔免提哪啊，用刷脸呢？哦，路边的啦。我唔知讲食物件爱付钱呢。哎呀，你去都无共付钱。你就是一个号码啦，你就是。我讲实在，我足歹势。哎，不过头家娘就是对我足好的，真正伊拢无甲我收啦。今仔日介绍就是还债的感觉。哎，对。今仔日哦，叶配。无，到你去食看，咱叫我传掉。我食看卖。哎呦，真叫大！哎呦喂！好，你看卖，我真是叶配。对。我甲你讲，伊边仔咸椒啊，一定爱混。一定爱食贡丸哦。一定爱食贡丸。伊迄咸椒啊，因家己做的，伊啥最好食，你知影？伊是用鸭油来做的。啊，用迄个青的咸椒啊，伊的辣度吼，特别拢无啥会共款，因为咸椒有的咸，有的无咸，无共款。足香呢。足香。你讲贡丸吼，贡丸上好食。嘿，贡丸好食。伊的贡丸内底佫有一个烟熏的味。有无？因个耗子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你若要配红酒，可能味较无合。安尼啊？那这你就帮我收着。这配秘鲁可能会使，秘鲁会使，好食吼。好食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你若去西吼，头一担会使先来吃的。食饱。嘿，食咱再来后一担。好。我来讲哦，这是上山路你来吃嘛，嘛头一条巷啊，倒手边的头一条巷，咱就甲挖入去，开始 S 型啊，挖入去开始 S 型，咱就看到这间。我10几年前拍花市的欢喜来到店，规出内底160集拢是伊的衫，拢总伊的衫。拢这间。嘿，从我今日穿这书嘛是。嘛是因的。对因的。今年才7、8年啊！你看伊的质量其实是足好的，对啊，有水啦吼。 7、8年啊，像新的共款。啊，袂用的哦。你聊，我再问者无，我再问者。嘿，你问。真正爱偌济钱？我会去你1000几块度啊。1000几块。伊我甲你讲，这间呢，算5分埔内底
价位较稍微较悬一点点嘛。不过你摕你外口都唔拿这个钱啦。你等者，李处长你来者，你甲我鉴定一下。你好我讲，你好我讲。会使蒙者无？会使蒙者。别人是袂使，李处长你蒙来。唔免拄我怪啦，唔免我看这材质是啥物？加啥物来嘛了？迄个面的，我嘛唔知拢会加面的，拢会加面的。啊，这算是好的材质吗？好的。是不是袂歹？袂歹袂歹。这你一般你伫外口迄种较中孝东路遐，你这上起码要3、4千。4,000、5,000来。对不？而且互你穿7、8年呢？对啊，这会使穿一世人。要趁你的钱，我那困难。我人学个点了开。啊无，有迄个共穿7、8年。啊无才好个吼。对啊，来你看内底哦，有这种嘛是为了特价的啦。哦。对啊，不过我甲你讲，要去公宝买物件的人，一个规矩你爱共守。哦，这人的规矩，就敢李处长拄啊讲会使画价 ，no， 袂用的。来，无刺青，吼，无替换，其实嘛无讲价。你捌看头家去刺青人客的衫吗？你是匹克，你哪会使刺青？你刺青你就露馅了。你一刺青，伊就知是你要家己穿的。你要人客穿，你哪有咧？你家己会下输无啊？所以袂使，你千万袂使讲，哎，我会当刺青无？哎，你假哦，你来骗我。角色要挑战，对，迄角色要挑战。抑毋过讲较歹听的啦，咱毋若吼无摕号码，无红钱。咱不共刺青，你去共刺青？我讲哦，我足惊，我等下我明仔载都要录影啊，要穿啊，啊万不哩穿袂落要安那？伊讲好啦，你知我去倒刺青无？去倒？这是咪柜台？我徛咧柜台后边，然后在那边脱裤。你就是伫咧店员的下骹刺青就对了。我头露出来，但下半身在穿。我还真无用。真的，我就这样刺穿诶。哦，衫买了要安怎？总是爱掼一下包包嘛，对无？这个皮包这件啊嘛是我做一拍戏爱用的包包，拢伫遮买。你莫看这拢真皮哦。哎，来我包包摕来，互因评判者。这啦，有水无？你讲有水无？水噶。这卡是迄件买的哦。这件的啊。哎，看起来是有明白。有型嘛，有型嘛。看起来至少嘛3、5万。对不？看人啦，看人摕啦。这真正看人嘞。伊质量起来是袂歹。啊，这卡我甲你讲，因为讲实在无偌济钱，啊，所以咱吼就会送朋友。摕来做公关嘛，无啦，我这人爱分享，我若感觉水，大家甲我讲水吼，好，我平常摕一个互你，就水你水你这条是倒位的？啊，你的现金哪才水着？小无，你带管卡才侪钱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日路的吼，看到人排这卡。若毋是我的姐姐，就是我的妹妹，无就是我的经济哩。拢你送的，大家拢看这啦，哦，拢亲情朋友，哦，伊真正就好用的，这卡我排足久的啊。无啥爱讲介绍，讲咧，阮朋友会感觉讲，来送我才俗。讲较细声，就人家咧问。敢若免500呢？啊，头家真蛤蟆啦！我做惊头家，我敢袂使讲啊，人要讲陪我但是你买才唔免500啦。对啦，我有算我较俗啦。哎呀。所以呢，这包包来了吼，啊来我先。够买啊！哎，我甲你讲，是够高贵的，够俗。我伫中部毋是有开一间迄个娃娃店？对，台中。啊，因为我娃娃店就是吼，娃娃拢无卖嘛。所以人家拢讲，哈，啊你这个也不卖，啊那个也不卖，啊，那我们要买什么？伊迄非卖品。嘿，收藏啦。收藏，伊的收藏，啊开一个博物馆。啊，互去遐看，安尼啊无咧卖。后来我感觉讲安尼嘛对，人客来无买一个欧米亚的，等于嘛怪怪。所以后来我就甲这个头家讲，我无骗你哦，我是真正要做生意。我讲我娃娃店也无来卖你的卖啊，吼，伊就真正互我批发价，本来就已经足俗的啊，结果搁较俗。哦，我听嘛甲毛毛买啊，毛毛像哦，真的是你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所以吼，搁给我到而且买出一麦啊，吼，来你来看，这就是我店的。红色的迄箱，我这箱的，啊，这边迄箱，就你这箱无。嘿，是毋是？对啊，所以你若讲起啊哦，真正俗俗啊，加买一箱，因为人有当哦，咱到最后拢爱穿袜子哦。哎，对，拢爱穿袜子。所以吼，买咧免惊穿袂着，吼，所以安尼袂歹。
搁加刷落来咧，来4、5点腹肚枵啊。够枵啊。有当时我拢会想讲，无伫遮食的，也是买倒来厝的，暗时就免食。对，这间店绝对爱去。伊有写阿花40年有无？伊到即马吼，伊毋拿40啊，超过40啊。超过。啊，头家讲算了啦，我换迄招牌爱开钱，就一直拢40。所以你10年后去，嘛是够40哦。哈，留住青春哈。所以我甲伊讲，伊啥那好食，伊的羊肉羹，伊的汤头好食以外，我感觉伊的羊肉有够特别的。啊，伊迄羊肉啥那特别，对我来讲，迄是我细汉的滋味。我伫中部的时阵，捌食过迄羊肉吼，因迄羊肉是有用迄个中药落去炒过，所以足好食的。伊毋是讲干那迄肉，伊是有芳味、芳气的。啊，我是迄摆去遐食了，我想讲哇，哪有这种味？我已经足久无食到啊！所以我只要有去5分埔，最后一站我一定会来食。这个时阵，咱耗子就枵啊啦。是啊，你放心，我有传，我有传，因为我歹甲吼恁感觉讲我拢凊彩讲讲。是。我今仔进去哦，来食看卖咧，羊肉羹。这个有香蕉啊！伊个香蕉啊吼，嘛是因家己特别做的。你一定要南面香蕉啊哦，一定要南面。好食。啊，你署长来者。来，谢谢。哎，男安尼先坐无要紧，无要紧。真正就好食，真正好食，你家己食看。迄羊肉有较无共款无？是毋是足芳的羊肉？我嘛介意。你嘛介意吼？中药味。中药味对无？我有当时啊吼，会搁包一份大的羊肉，家己当去食。哎，这薄，安尼才好薄啊。是毋是？啊，搁芳味够有够。袂臭车吼。你署长已经食了的呢。袂歹。还搁一碗无？还搁一碗，续完嘞。你今仔是来整的呢？我知你咧惊啦，你咧紧张啊吼。我袂啦。你今仔是来整的，爱赢。是啦，我甲你讲。环节拢爱排队咧。免排。这是行啊来。行啊来。对，迄真正毋知的人是无法度食到的，所以食到这算福气，吼。所以呢，我有啥物？有当时为虾米我感觉会去食这顿？因为吼，你看咱一个人来台北打拼，啊，你住无钱，去遐去拢去拣迄100块的、50块的，到即马你去，毋免去考虑介绍，干那考虑你家己有介意无介意。抑搁唯一一项，就是你到最后你来怀念这个味。哦，讲了这想要流目屎。有当时食的物件是感觉是一个。回忆，一个人伫台北打拼，啊打拼到今仔日，所以有当时我讲吼，物件食一个感觉。假使你若想要跟我同款，要体会一个啊，苗可丽伫台北打拼的过程是啥？我感觉你会来5分埔行行，你会当有一个真好的体会。好，多谢你，换你啊！我来讲哦。你凊彩讲的就好哦。拍袂出来咧。我拢去牵头目屎啊！你若赢我，你都毋是人，你是你署长啦，加油！安尼话你署长啦。万国百货对面这栋是啥？就是较早人的歌厅秀。来，咱搁看，这就是伊即摆代理，咱迪士尼的代理的，伊即摆的营业额1年超过7000万。哎呦！拢鱼也嘛在批发啦。这华阴街那边，华阴街啦，是恁门口吗？是哩。伊门口口。现流，现台。超咸。迄第一只偌贵呢？300几万。300几万呢？系啊。咱有传的。哎呦，咱个传来啊！你叔叔就什么样哎？哦，有够高香。出钱嘞。打电话你就对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迄个咱讲的后爷，后尾桥头华阴街迄个阿辉，我今日要来甲咱导览的就是咱的华阴街咱后爷遮，自较早的过去，甲即摆咱有啥物好势，咱对咱来行。即摆咱看这有地图，这有地图吼，较早这是即摆的火车头，较早火车头拄甲华阴街拄平行一个路冲。以前的正夜呢，因为伊遮拢是巴士站，
哦，这巴士站的时阵，所以较无人伫做生意，哦，所以做生意拢伫后夜。哦，较早人要嫁回时，台北车头要嫁回时，伊嘛是爱买一个国台票，哦，过这个火车头，来咱的华阴街。爱敢无地下道？无，较早拢无。迄个时阵，嘿，偌济差不多40年代、50年代的时阵。哦，啊40年代、50年代的时阵，哦，像咱好是拄啊摕挂咖啡箱嘛。哦，两种人，一种是我要来遐挂货，一种是我要来遐收钱。较早咱这 MIT 的会，几乎拢是中南部起来，甲咱的枢纽啦。哦，咱这后车头的枢纽，哦，五金拍货也好啦，全部拢是伫遮的。哦啊，咱有看这个吼，这是一个历史。我想若40年代、50年代、60年代的人可能嘛佫捌听过啦。这栋就是较早的万国百货，哦，伫台北较早足有名的。万国百货有两栋是顶悬拢是用这种的连条的啦。哦，这种的空巢咧连条的，哦，万国百货对面这栋是啥？较早咱讲的什么？迄个金龙酒店。哦。嘿，金龙酒店较早较有名，影星拢捌去啊。哦，高凌风啦，还是什么几乎拢有伫遐去的。迄个酒店是看表演的，就是较早人的歌厅秀。歌厅秀。嘿，歌厅秀，较早金龙酒店就是歌厅秀。哦，啊，对面这边连过来就是咱的迄个万国百货公司。嘿，啊，这个空巢有3位，华阴街顶有连2位，啊，华阴街2位拢拆掉去啊，即摆这位佫留掉的，啊，咱会使咱来遐小来寻宝者啦，哦，然后看马者。一般的人拢会使去哩。即摆是变成迄个西城女社。变女社，所以你若住女社会使去哩啦。你会使去住女社啊？头前我住台北去遐住女社。体验一个啊，哎呀，游客啊，像安尼体验一个。咱这头前可能1500啦，啊你若行过遮，可能剩800。是安怎到遐变800？因为较危险嘛，伊行较后壁。哦，像头前遮电梯嘛，起来伊这条是足长的，足长的。是哦，惊伊落落。吼，咱来去现场就是讲一个菜市啊。较早的华阴街规条拢是菜市啊，哦，啊，伊捌延伸到中铁北路拢是像这种的菜市啊，哦，到到50年代、60年代，规个政府才甲拆开，哦，拆开了后，规个这菜市才无去，啊，无较早自透早你要食物件要买菜，吼，下昼时啊要食点心，哦，暗时啊甚至到宵夜拢有，哦，一直24点钟拢伫咧放，哦，所以较早后车头是足闹热。咱有看到烟斗的。烟斗，哎呦，甲你讲烟斗咧吼。烟斗的，我拄仔有讲过，咱的华阴街后夜，咱的衫物件拢是 MIT 吼台湾做的。啊，这个烟斗嘛是咱台湾家己创的品牌。哦。伊的物件足朴实足好的，材质用啊足好的。系啊，哦，咱下一张看者。哦，这烟斗的牌子安怎来？恁看内底上啥烟斗？你啊，你，我不伫内底啦。我看甲烟斗。有阿伯。这是嘉义来一个迄个六上，哦，啊较早伊拢是海角头，啊若伫环境行人就讲，烟斗六上，哦，伊开始要拍品牌时，伊嘛是咖啡厂来甲环境，哦，伊就专甲这个烟斗的服装就甲拍起来啊。是。嘿，啊，即摆这个是头一代，即摆是这是第2代，哦，两个拢做烟斗的啦。拢留海角头，烟斗的，哦，啊，伊的衫所做的就是，这是头前仔伊可能外口人会有，有画一个乌斗哦，打叉叉，所以伊这个免用乌斗的衬衫，安尼撩去呢？袂撩去，伊就是头前仔做出来袂撩的衬衫，所以伊真正才有名出来。好的衫啊，尤其这种衬衫吼，伊若是有对花。卖照，对花是啥话？对花啦，线对花对花，是，一定都是对称的。这就是有用心的。这个对花啦。对花是，你看是对称啊，对称这样。哦，这就是有对花，对花。所以这个有对调。这有对调，就是好物件。这里嘛就有对调，这嘛有就细节所在。手工最有的啊。来，咱搁看这张，咱注意看。哦，咱这烟斗上甲这啥物啊？饰品。这个少年的当时是下面查某朋友这个某啊，下面同学3个人，欠2万块，
伫7年前，就来遮挂货，去五文堡卖，去树林卖，伫后车楼挂货，来个下一张，有工人无？无工。工人。工人。啊，头毛那变遮少。系啊。 7年后的头家，伊即摆伫香港展览，这物件听讲叫韩国人全部买倒去。哇，伊即摆变大头家？即摆头家，这就是伊即摆代理的。哦，咱迪士尼的代理的。伊即摆咱伫台湾拢伊代理，包括有设计的公司，有创作的公司，伊家己有工厂，拢是伊，系啊。所以较早是2万块，7年后，伊即摆的营业额1年超过7000万。哎呦，超过7000万，7000万哦，7000万。所以伊较早伊的批箱内底底钱是要去批货，即摆伊迄个批箱是要收钱的。是啊，所以即摆批箱早去香港是提钱回来的。装袂了，迄钱装袂了。 2万块。所以咱才看啦，什么叫批发？对吧？什么叫批发？哎呦，拢鱼仔嘛使批发啦。这花园鸡咧卖，这假啦，这鱼仔离花园鸡。即摆你看到这个叫李党的，伫花园鸡超过40-50年，这是迄个宜兰的土路，伊连续5年啊。这个第一尾的土路伊拢甲标起来，300-500斤，伊全部拢标起来安尼，连续5-6年啊。你啊看这里，你感觉讲这是伫倒位？是你门口口吗？是哩。 伊门口口，这就是伊头一只去标到迄个，就是5年前头一只，伊去标转来时，全喺伫伊的门口口，开始落去抬，现流抬。小喊，啊，当这是边仔的人、路过的人，拢免钱来，拢免钱的。哈，迄第一只偌贵呢？300几万。300几万呢？真的啊，第一只是足贵的呢。啊，伊遐请路边的人食。 拢这拢排队。伊是压力伤大哦。伊个，我是以前钱伤济，顶年个疫情了后，伊嘛是个标一只，叫你艋舺，伊伫迄个艋舺迄个什么庙，足济迄个流浪汉，伊嘛是个抬一只，请。伊嘛是伫遐抬一只。无怪野探子，啊，你是做好事呢？做好事，做好事。啊，李党的本身伊嘛是迄个官府人协会迄个全国理事长，系啊。 恁看安尼一个套餐啊，李党也要卖偌济钱？李党咧卖，李党咧卖，伊才有赚偌济钱。至少嘛300块吧，300-400，至少200，好意思讲200，我是讲伊遐应该较俗啊。你久就知道，会啊。真的，咱可能伊鱼仔来，来看卖看伊安怎抬，吼，人讲的沙西米片，咱就是沙西米角，迄个小方头咱摕出来，咱有传来。 你个叫，哎呦，咱个传来啊！哎呦喂啊，沙西米你搁早会来？这有高分吧？这一定高分嘞！哦，今日来遮真足幸福的。哎呦，这个物件当食。就什么样的？切，哦，你心机有重呢。咱哪介绍就是讲，去花园街规条其实足济好食的物件，可是拢真正爱排队。啊，莫记别甲讲啊，我是理事长阿辉的朋友，嘛是爱排。安尼哦。讲你爱落钱无？爱落钱。伊较早是批发咯，足济迄个咱台北市，台北市足大。这是海雷啊吗？这应该是这个。你安尼早来，足贵呢。啊，足钱啊！我都食迄个有够高香。足钱嘞。啊，你有注意看着？迄有一个，迄叫三角啊，对吧？嘿。迄土路。这地土路。土路三角啊。老师，你讲这个，这个是土路。哎呦，赚掉。哎呦喂！啊，较早熟悉吼，因为伊这生意为啥做啊大？较早拢甲批发来咱遮知名的餐厅。吼后壁咱就去遐看伊遐台语啊，你哥我嘛想要食只沙西米的，吼无咱切100块200块，伊嘛是切到你，伊就切出来嘛是看你3个人，就切3个人，互你食有够。你开200、300拢无要紧。是哦。嘿，后壁伫遐就因为咱遐足济学生伫遐出入啦，足济大学生就伫遐讲。头家我嘛要切200块，伊就切落去，后壁才开始才有名出来。伊即摆就是变迄搭佫有开2间，会使互你点路遐食。是咪伫角间的迄个？ 2个角间拢是。哦，你捌去过？我唔捌入去食，因为拢客满。哦。所以我特别拢是经过，拢想讲是遮好食，那人拢遮济，无一间有位的啦。所以我唔捌食过。所以花园街是真济拢是迄个平价美食啊，好食拢会排队，吼。简单我介绍到遮，希望有缘来咱花园街，谢谢。
唔知花园街内底安尼遮尔侪物件呢。遮尔侪好野人。系啊。就厉害，我导览先生，这届是不是这厉害？两位拢足够呢，两位拢足强的。但是拄啊讲到花园街。 我就想到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甲妈妈做伙去踅街，嘿，毋是，我有去过，毋是去挂会，但是是我细汉的时阵上美好的记忆，对啊，所以我哇足感动嘞，啊，搁有沙西米要加分，可丽姐，你安尼一定有迄边去。你叫我带你来食沙西米。对啊，因为你找你组长也毋是讲免钱嘛，是爱钱啊。爱钱嘛，爱钱。而且你若经可丽姐哦，你若结婚哦，你迄贴仔也帮你画。啊，贴仔是啥？什么贴仔是贴纸。可丽姐偌厉害。结婚的贴仔。毛结婚你知道？哎呦，我拢伊的贴仔，这可丽姐画啊。但是我爱有男朋友先啊。我先画一个假互你。伊个帮你吹，你两面头。我先甲你画起，对。我甲你讲，你画起你了后，咱的宇宙就知影你需要有一个人，伊就出现啊。啊，波仔嘛咧内底。啊，波仔我会教啊。哎，嘛咧内底。嘿，做高最好啦。你选伊，伊就甲你画啊。对，真的哦。谁有通结婚？真的哦，马上我。啊，李署长，你安那来 PK？还佫加分了。还佫加分啦，阮一定爱吞出一个输赢的，这个嘛是爱晓。要安怎加分？加分，多加分。哈，特别为恁两位主持人来设计一个加分的好物啦。哦。啊，来看，咱即摆来看一下，讲伊到底准备啥物件。是哦。安尼好。我感受一下。感谢。好，咱就来行。去喽。规组落来，免超过2000块，要多找。咱佫加分。打安尼。你署长就是硬要救票啦。一定要去。好，安尼今仔日看啥较厉害，要来亮票啊！今年上届流行的女装，就由咱导览第一名模大牌清新出马为恁来展示。水啦！人中这方面呢，就爱由咱上届缘投的中华一哥浩子哥，哇，阿伯，你是要去绕境呀？太入戏。你要去食便当哟。巴肚都枵呢。1点。你想到扫涂骹扫到来遮里弄影啊？我就讲遮烂哦。你安尼皮安尼小皮花呢？你咧讲这皮啊？这我大长腿你来，今年上流行大长腿呢。想讲你绕境搁挂玫瑰带咧？无，伊是缘投。你输唔叫有水。这是做 lady， 今年上流行的啦。对，你是 model， 你好好介绍一下这一件。以你这个专业来说，有合格吗？对不？两位穿衫拢足标准的，尤其是。我无穿衫嘛，足标准。你烫条。哦，保看。好啦。较挤。李署长，你给我介绍者，我这书你给我介绍者。你要介绍就是你讲。咱这套这是缘投。嘿，缘投。老前锋，为啥叫老前锋？因为老前锋拍篮球的啦。无，因为哦，这领衫你穿10年、20年嘛袂退流行。安尼吼。嘿，那个是，你知道？啊，你意思是去年10年、20年。做搭配啦。
你我袂讲，你袂讲，你袂讲呀，我甲你讲。哦，你讲。像阮这种哦，本钱好的人，绝对就爱穿这种哦，小啊有浪空。手里后壁，你就看会知啊，有几载。手后壁，你看。哎，这种无本钱的人无法度，对无？啊，这领，吼，咱内底这领卖穿，干那穿这领，咱会当去游泳。比基尼，干嘛呢？这领衫足侪用处的，哎，这领裤嘛是同款，你看咱拢同款的苏带路，对吧？浪康，是不是？足好用的，早时会当穿，暗时嘛会当穿。这领规输落来，免超过2000块，要倒找。哎呦，而且你倒来惊迄，哦，赞哈，加分啊！袂输迄个，袂输敢若抢登去。哎，你当作我听无？咱个加分。大，好，你来讲啥？咱有看好是讲来去咱沿头遐就，甲咱说到讲租看嘛，对吧？是。啊，花园街后桥头佫有啥物好处？有啥好处？你若一年内底爱去几多遍啦？啥啦？过年过节拢爱去遐买吼，咱的红包鹿啊啦，咱的 Christmas 的彩妆啦，哎，咱哦足济拢会使去遐买，拢有。秘书长就是硬要救票啦。一定要救。好，啊你今仔日整到这为止，爱投票。哎，看啥较厉害，爱投票。摕出来吼。像赢像输来，老师音乐搞走嘞，20秒尔。嘿，7秒啦。 20秒。有6年。唔免啦，1秒就好啦。我千真困难哦。一个人会当投几票？一个人1票尔啦，你要共投几票啦？嘿啦，1票尔啦。我1票5票。投票成功。啊，无啊。嘿。好，安尼要来亮票哦。嘿，同款2位倒咱先生的票，来先来看一下。好，我1票。你投你家己啊？你嘛投你家己啊？无可以伫啥呢啊？都家己啊。你嘛投你家己啊？你家己看你自己讲。你袂当橡皮收我家己袂认真的。就是迄关之琳呐。你嘛你心寒，这个倒快倒。好，来当你投，这样当你。你投像你投。你行叫咩对无？对，会惊到好，会惊到好。感觉真正足俗的，足俗的。你看这偌水，查某囡仔领查某囡仔嘛。安尼无来，过来。好话你吼，共公司的哦，你甲我讲。你讲咧威胁我？你讲威胁我？哦，共公司我来看卖。看卖啊！好啦，是不是？你好，我惊我以后带家己人来。哎，安那？会使安尼咧？这就是人性。是啊，我惊我以后拍的时阵哦，会拄到啥物无好的代志，所以我是不是？我投可丽姐啦。对。安尼巧啦。过来刷看我的。你好，我投。看一个。演投到你妈投家己。对啊，这票最重要的。啊，你就一定爱投我。你若无投我，你就唔是人。嘿，我真正。大牌打你打。我即摆是5分波的代言人来，赶快。是，我继承人呐。啊，那边哪啦？无要紧啦，连抓这个摕较俗的衫来啦。你再摕珠宝送我啦。一定无问题啦。因为吼，阮节目罕咧有艺人加来做，对咱先生啦，嘿啦，所以甲鼓励一下啦。环境无人加来，敢我这里较讲。真的，我较讲呢。另外继续来好唔好 ？OK。各位朋友哦，咱今麦有官方 LINE 哎呦，加起来，嘿，啊，恁若是介意海多咱先生的节目吼，会使上台语台的 YT 频道看甲你爽为止哈，好不？海多咱先生，咱后集来相会咯。走秀，来，走秀，你吃过，你吃过你。卖讲嘛。那你家不？那我家。